先用铁棒将牛排煎到香面芳芳，再将牛排送入去烤箱内底，用烤箱加热的特性，平均让牛排受热。不过，这个烤箱是业者特制，专门烧冷饮幕的烤炉。业者如此搞工，就是希望会当料理出一道道具有冷饮幕烟熏芳气的白餐，要来呈现给美食爱好者。木火牛排餐厅呢，主要是以果木柴烧窑烤为主。那我们提供的是顶级的熟成肉，有干式熟成跟湿式熟成。那干式熟成我们是自己引进德国米其林指定的干式熟成冰箱。那湿式熟成的话，我们都是空运进来的，有顶级 Pride 的美国牛、日本 A5 和牛跟日本的安格斯黑牛。那我们也有新鲜的海鲜，提供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、加拿大生蚝，那有澳洲的水姑娘，还有蛋菜。所以我们的话主要是以柴烧窑烤，所以呈现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柴烧窑烤的果香味、果木味道。除了在料理上的讲究，木火牛排对着肉片品质嘛同款要求，经为德国引进干式熟成冰箱，让客点餐了后才开始切，了后才送入去厨房料理，尽量顾好每一个细节，就是希望会当满足每一张经济的嘴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